来，乡亲继续来看国民党这边。国民党的前中常委萧景田涉嫌帮台北市新党选的议员林幸怡来买票，法院裁定以1500万来交保，好伊当转去过年。萧景田贿选的手法。 过程甲录音档，今仔日来献光。萧景田是甲国民党伫个士林北投区的执行长陈焕川，伫个选举日的前3天，到田埔去拜访一个里长的候选人，佮交互伊一下这个纸袋啊，内底是底1万块。当事人就青惊，家钱退还，嘛录音来自保。讲当时哦，佮互萧景田甲呛讲，你看我无啦。 讲萧景田去拜访里长所在的车，就是林幸怡竞选总部的车。这个比对，这个买票的路线是清清楚楚。目前已经约谈100外个人。那林幸怡是来回应讲，相信所有党内同志的情别。 前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涉嫌替新科议员林幸怡买票，以1500万交保。高院10号无接受检方的控告，不过周刊上新的报道来公开买票关键的录音档。只要林幸儿愿意来，我都愿意拉着她去拜票。你中午的那个钱，我就真的不能收了。 没有，我已经退给曾凡川了。官讲提动起的就是萧景田买票钱。萧景田和国民党士林北投区执行长曾凡川做伙拜访田埔一个里长候选前，当时是选前前3天，萧景田交予一个用文宣捆起来袋仔，内底底1万块现金。当事人讲会支持，不过钱绝对袂当收。和萧景田无欢喜呛声讲，你看我无，嘛随我头做走。当事人嘛赶紧。 把钱提动去。这个是我们小街，因为我简单跟你讲，因为黄女士特别拜托萧，因为过去萧主任在201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担任主任，他就是在帮林幸儿的忙。 另外一段录音对话嘛，表出敢若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嘛知影，红掠到两个人拜访里长的这台车，就是林幸怡竞选总部的车。警察比对通联含车路线，翕电4架拜访士林北投区的里长，即马警察约谈的人已经超过100外人。这个在地方上问也都知道，从来没有在外面叫过他干爹。第一时间背回又咧家叫客白，议员林幸怡是回应，我相信全部。 党内同志的清白，嘛批评周刊报道剧本写甲不加精彩，一切等待司法的裁决。萧景田本人手机也是关关起来，无做回应。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